着要过年咯，各个工厂因作业顶工程赶工，临时性以及动态性作业增加，职业灾害风险相对提高。为了守护劳工的安全，台南市劳工局于去年开始启动为期6周的加强检查。这一段时间已经检视了100多场的场次，一共有25件跟治安全卫生有落差的，我们有开以裁罚的部分，共裁罚25件，一个裁罚比较高的10万，它是高价作业，没有做相关护栏的部分；另外一个部分还一样，都是会没有做高价作业，没有做防漏啦，这样跌倒的相关的安全措施的部分。事实上不是为着裁罚而去做检查，我们真正是要落实自然上的安全。市长黄伟体特别前往位于新营工业区的中仁钢铁公司视察。中仁钢铁公司曾经发生过重大资灾事件，在董事长林更理的带领之下，积极改善劳工作业环境，是目前上好的示范。董事长在现场赠送代表平安的平安兔给市长，市长也肯定因的降灾成效。在这个赶工的过程中，我们特别的强调这个安全职场安全的工作，也谢谢我们长荣钢铁以及我们新营厂协的一个配合帮忙请谢谢你们的帮忙，因为唯有这个劳工能够在职场工作环境中安全的工作，那公司生产力才会提高，避免公安意外的发生。根据劳工局统计，劳保职责给付人数为112年的2767个人，在111年降低到1662个人，下降6%，得到劳动部的肯定。局长王新之表示，会持续呼吁各个单位做好劳工安全卫生教育训练，并组成顾问团，积极办理座谈会来宣导，期盼劳资双方共同努力，预防职灾发生。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